提到意大利西西里島，你第一時間諗到黑手幫同熱情嘅海灘，但你知唔知道呢個曾經被全歐洲嫌棄，只配做平價歐隊酒嘅窮鄉地方，今時今日竟然靠一座隨時爆發嘅活火山，成為咗全歐洲收割期最長，讓出被譽為地中海布根地一躍晉升成為意大利最有潛力嘅產區。今日 Why So Funny 帶你走到意大利最南端，認識一下西西里呢一個產區，同你認識西西里產區你未必知道嘅有趣故事。西西里島原來係全歐洲收割期最長嘅產區。西西里島之所以擁有全歐洲最長嘅葡萄酒收割期，接近100日，主要源於佢嘅地形海拔落差懸殊、微氣候極端多樣，以及葡萄品種成熟週期差異巨大。西西里島西部與南部沿海地區海拔低，氣溫炎熱，葡萄成熟極快，8月初即開始收割。而東部嘅火山區益納葡萄園海拔高達600至1000公尺以上，海拔每上升100公尺，氣溫約下降0.6度。高海拔帶嚟嘅清涼氣溫同埋日夜溫差，大幅減緩咗葡萄成熟速度。採收工作通常都會延至到去10月底，甚至係11月初。原生品種與外來品種成熟期差異，早熟品種用於釀製氣泡酒或者係清爽嘅白酒品種，例如 Chardonnay、Pinot Grigio， 以及喺乾旱地區提早成熟嘅 Grillo、Moscato 同 Cipibbo 喺8月初採收。中熟品種例如西西里代表性紅葡萄 Nano d'Avola 同埋士哈，多數都喺9月份成熟。極晚熟品種例如經常被譽為係意大利嘅 Burgundy Pinot Noir， 喺益納火山區嘅靈魂品種 Neneno Mascalice， 需要漫長嘅生長時間累積風味同埋單寧，通常都係喺全歐洲最後收割嘅紅葡萄品種之一。西西里島雖然係島嶼，但係內部地形複雜，西南受到來自非洲嘅撒哈拉季風影響，乾熱少雨；東北部高山區則受到海洋同埋火山氣流交匯影響，濕涼多雨。唔同區域嘅成熟節奏完全冇辦法同步，必須要分批進行。早採收例如釀製氣泡酒需要高酸度，中間採收例如釀製日常易飲嘅白酒需要過香。較晚採收嘅例如高品質濃郁紅葡萄酒同埋甜酒，則需要長時間俾葡萄留喺樹上面儲糖，即係晚收，進一步拉長整個島嶼嘅採收作業時間表。西西里島係昔日嘅廉價酒生產基地同埋名莊嘅代工廠。西西里島以前被稱之為歐洲桶裝酒生產地 Bulk Region， 喺意大利語又叫做 Fino d'Acciaio，即係用嚟勾兌做代工角色嘅酒。西西里地勢開闊，氣候乾燥，葡萄極少染病，非常之適合開放式大規模種植。當時島嶼充斥住以量取勝嘅釀酒合作社，農民按葡萄重量計籌。飲桶又咁粗，得咁粗，冰有咁大嚿，放咁大嚿杯水，咪著一聲飲完買個第二杯咯。你咪新嚟嗰啲嘢要我教，導致大家拼命追求產量而非品質，專門釀造大量嘅廉價高酒精。濃郁嘅散裝酒會被裝入巨大嘅儲酒槽，透過火車一路往北開往意大利北部，或者透過船隻海運到法國馬賽港，再轉運至法國各地酒莊進行勾兌混釀。當年好多舉世聞名嘅法國列級莊以及不二名莊，喺唔好嘅年份裏邊，其實都偷偷混入咗西西里嘅散裝酒嚟提升品質。所以西西里酒農付出嘅勞力同風險嘅果實，到最後只能夠賺取微薄嘅原料費，榮耀與高價全歸於北方嘅酒莊。呢一種賣血式嘅散裝酒形式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，隨後歐盟政策改變，開始補貼酒農拔除劣質葡萄藤，西西里嘅葡萄田面積因此大幅減少。而且隨着釀酒嘅科技進步，唔少嘅酒莊引入咗控溫嘅不鏽鋼酒槽，西西里出產嘅葡萄酒質量得以顯著嘅提升。而且好多先驅酒莊，例如 Pennadotta、Donofagata 等等，意識到西西里唔能夠再做廉價嘅代工，佢哋開始降低產量，重視風土，將本土葡萄品種推向國際，
為西西里打造一個精品酒產區嘅形象。今集分享咗西西里嘅風土特色同埋釀酒歷史，下一集帶大家了解西西里從黑手黨手上解放葡萄田嘅故事。記得繼續留意我哋嘅頻道。另外，我仲有一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嘅世界名酒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抵嘅葡萄酒優惠。快啲掃一掃 QR Code， 加入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！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 記得分享、訂閱、讚好我哋嘅頻道。下一集帶你睇更多名酒背後嘅瘋狂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